都下班了，找谁呀？我来找儿子，我是邹杰他爸。邹杰，小芝，小芝你知道吧？谁叫小芝啊？他叫苏芝，前几天上过报纸。你们区里头技术大赛，拿了第2名那姑娘。哦，就是那看上去瘦瘦弱弱的那姑娘。哎，对，那是我儿媳妇，他们呀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。我来找他们，不是结婚了吗？怎么住集体宿舍？这不是儿子跟我闹别扭吗？带着媳妇儿啊住出来了。那您来这意思是？给儿子认个错，让他们回家。应该。行吧，哎，好，谢谢啊。邹杰在这儿住吗？就在里边呢。哎，好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媳妇儿呢？她在女工宿舍。啊。带上你媳妇儿回家住吧。进来啊！来了，哥，你回来了，哥，来，燕子，哎，先不写了，快出去玩会儿去。好，啊！走，走。你爸呀，早就想让你们回来了，碍着面子，怕你们不愿意。今天让燕子去看你们，才知道你们在厂里的集体宿舍住着呢，所以他亲自去了。说这些干什么？他们的房间收拾好了吗？早收拾好了。哎，二姐，妈早就想去看你了，还好没什么变化。瞧您说的，才几天呀，能变成什么样？小芝，你在厂里的技术比赛中得了第2名，都上报纸了。这事您都知道了？哎，知道。你爸呀，特地买了个镜框裱起来，在你房间挂着呢。哎呦，这么说是没用的。哎呦，前几天拿着报纸到处给人看，哎，我儿媳妇上报纸了。行了，你们的房间啊，你妈又给打扫了一遍，看看还缺什么。打今儿个起啊，你们就算回家住了。新房咱俩第一次睡，这地方小，条件差，肯定比不上你们家那么好。你还满意吗？挺好的。你们2个小兔崽子，上面打什么呢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是我那俩妹妹。吓死我了！我要可以跟你在一起睡了。赶紧睡觉。又怎么了？没事，习惯就好了。淑琴，王主任让你到居委会去。这有什么事儿啊？这我哪晓得，去了就知道了。干着活呢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不认识啊？苏贤，你怎么就没有交代你有海外关系呢？又想耍我是不是？
我跟你说，我没有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写给我的，是写给白梦之的。你看清楚了，上面写着门牌号都是你们家的，还有汇龙照相馆，怎么就不是寄给你的？可上面写着是白梦之收，不是我收。我还要问你呢，白梦之是谁？你说话呀！白梦之到底是谁？他跟你们家什么关系？我不认识，他一定是记错了。会不会是让你转给这个人的？请你不要栽赃。我们家有什么人你很清楚，就我跟我女儿2个人。我女儿现在是上了报纸的人，是报纸上表扬的工人阶级。作为一个街道办主任，请你不要胡说八道，请你不要在她的脸上抹黑。可是这封信不是寄给你的，这又会是寄给谁的呢？我不知道，一定是记错了。是这个白梦之到底是谁呢？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上班去了。站住！你拿那信干什么呀？把那信放下。白梦之到底是谁？他跟你们家什么关系？你现在就是白梦之，大家都在等着你呢。你说我演什么？白梦之，苏贤，你到底有没有海外关系？你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能放心走呢？你要去哪儿？我得去一趟香港。你去香港干什么？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，我得找一条后路。你看清楚了，上面写着门牌号都是你们家的，还有汇龙照相馆，怎么就不是寄给你的？苏芝同志，哎，哎，苏芝同志你好。你好。哦，这个呢是上一次技术大赛的时候我给你拍的照片，你收下。
谢谢。拍的真好。苏芝同志，有一件事情呢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什么事啊？就是我们文化部啊，想拍一组照片，就是我想让你呢作为工人阶级形象，然后拍一组就是劳动过程的照片，行吗？你拍的这个照片不就是我们劳动的过程吗？我想要摆拍的那种。什么叫摆拍啊？就是呢，你摆一个姿势，然后呢，我们照相机把它记录下来。哦，那不行，我一拍照片就紧张。不，你现在拍的很好啊，这些。不是，我要是知道你特意在拍我，我就紧张。啊。再说我们厂子里工作紧，没有时间。厂里我会去交涉的。真的不行，陈老师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哎呀，哇，这照片你收着。啊，我没有答应你。哎呀，这是两码事儿。行，那我走了，谢谢啊。谢谢陈老师。哎，苏同志。陈老师。你好。这位。啊，陈老师，这是我爱人周杰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您好，陈老师，上次见过。对。苏同志，你还是好好的考虑一下吧。周杰，哎，陈老师要拍一组宣传照片，需要工人阶级的代表，他想找我去。这是好事啊。可是我不行，我一拍照片就紧张。没关系，我不会让你感觉到是在拍照的。这是一次宣传活动，我希望他能配合。啊。那你找我们厂领导了吗？我还没说，先要征求你的同意吧。你要同意了，厂里头没有问题。对，稍微抬高一点，走，很好，啊，再换一个姿势。好。你平时工作的场面，想一想，平时什么？这样。哎，这行，别动，哎，你别动。对，那个，好。好嘞，好，手别下来，手不要下来，对，特别棒。这样。好的。好嘞。对，再少开一些。你拍到最后啊，就好多了。到后来我都顾不上紧张了。谢谢。其实你的悟性挺高的。对了，有遗传吧？你家有演员吗？演员？没有。哦。那你父母是干什么的？他们都是工人。你母亲呢？他在街道居委会工作。那你父亲呢？我父亲已经去世了。对不起。哦，对了，你住哪儿啊？我住在水泥厂家属院。哦，我是问你结婚之前是住什么地方？我们2个人都是水泥厂的。哦。哎呀，干嘛呢？这都几点了，老陈还不来？你打电话问没有啊？问了，人家文化宫的人说他到外头拍照片去了。天儿都黑了，还拍什么呀？
咱别等他了，吃吧。哎呀，再等会儿吧，你就饿死了你。再等会儿。那我出去玩会儿。玩什么玩？到时候再把脚给崴了。上次就没崴，是考验老陈呢。嘿，你还挺有心眼儿的你。哎呀，哎对，你哥来信儿了。是吗？他说什么？说呀，他要结婚了。那女的干什么的？说是镇上供销社的售货员吧。行，挺好的。哎呀，他还说呀，想让我给再找一份工作。找呗，找，那么容易？说找就找。老陈，你不也一下就找到了？老陈他不正好凑巧了吗？正好人化工需要一照相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你说他会照相的吗？你是会照相啊，这不照挺好的吗？你哥呀，他就气在这儿，说我怎么就帮了一个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？那真没关系了，老陈他救过我的命的，我哥也知道啊。再说了，你们不要结婚了吗？你哥什么都知道，就是跟我胡闹的。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？结了婚，那我哥就不会把他当外人了呀。哎，再说吧这事儿。哎呀，也是他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呀，也别等他了，吃吧。行。哎，老陈，这么晚才回来呢，饿死了都。对不起。哎呦，哎呀妈，这个铁蛋坏了都，快吃！哎呀，你看，照完相呢，我就和那些帮忙的人就吃完了，你们快吃，好。挨等了。对，吃吧，快吃。你说你也是，以后不回来呀，你得提前说一声，都快饿死了。好呀，对不起。我要去洗手。家里这马桶我坐不习惯。哎呀，外面下着大雨了，你疯了？不行啊，我肚子疼，我想去捡大手。从马桶上也可以解啊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坐不惯那个马桶。大家都习惯家家户户全这样的呀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要去厕所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你们接着睡吧啊。小杰，找伞干嘛呀？小周去上厕所，外面下雨，我接他一趟去。你们房间不是有马桶吗？哎呀，他要解大手，非要去外面上厕所啊！净瞎折腾，甭管他了，睡吧。杨妈，这么早过来有什么事啊？我找王主任。你来早了，他还没来呢。那我就等等他。好嘞。你先坐啊。
哟，这么早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个点儿你应该是躺在床上的时间吧？闹铃闹早了，去被服厂工作也早，所以到你这儿来坐一会儿。那我先走了。哎。 王主任早。哎，早。苏家阿妈这么早来，找你有什么事啊？他没说来找我有事儿啊。我问他了，他说来找你。好，他说啊，闹铃响早了，过来坐一会儿。哎，你好。来照相吗？哦，我不照相，我就是想看的。这里有什么好看的？这个照相馆以前不是叫汇龙照相馆吗？这里以前叫什么，我就不晓得了。那以前的主人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我也是刚来这里。你好，二位照相吗？你说咱们照这个样子的好吗？是吧，不随意，我觉得这个好看。我们就照这个。好的。谁呀？苏贤他妈，街道叫你去工作。你去告诉他们我病了。说了，还是让我来叫你。就说我快死了动不了。行，那我让他们自己来。找谁来都行，有本事先把我的门给砸了。哎，好久都没有去看妈了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去看她一眼了？
哎，今天下了班去看看他好不好？我还有好多衣服要洗呢，你自己回去看看就行了。不是你洗衣服，明天也可以洗啊，我能替得了你吗？妈肯定想见到她自己的亲女儿啊。苏芝，苏芝，哎，停下，停下！哎，苏芝，这位是我们认识，你好。陈老师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上次拍的照片呢要重拍，为什么呀？效果呢，上级不满意。那苏芝，你陪他再去拍一次呗。我不是抡大锤的，我抡不好。你呢就做做样子，你看这锤呢也不沉，你看，使劲就行。我抓拍。可我没抡过大锤，我是电焊工。上次呢，领导说电焊工的照片实在是不给力量，所以让我重拍。那我试试。抡。好，抡起来，1、2、3，好嘞。是这样吗？咱再抡高一些，1、2、3，好嘞。再抡起来，来冲我，对，眼睛看着我，眼睛看着我。3，使劲，1、2、1、2，好嘞。还这儿。太好了。对。陈老师，哎呀，这不是难为人吗？这是为什么呀？上次的照片呢，大家看了之后，觉得你太瘦弱了，显不出现代工人阶级的力量来，所以呢，我想把你拍得更威猛一些，显出工人阶级的力量。行，你再来吧。你只要使劲就行。好嘞。老陈，哎呀，赶紧给我把门关上，马上就玩。来，1、2、3，走。哦，好，今儿就到这儿。哎，那是你儿子？对啊，你谁啊？我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啊。你这么瘦弱还代表工人阶级？工人阶级应该是什么样啊？要粗壮一点，黑一点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劲儿可大着呢。就你，瞧不起人。咱俩掰个手腕试试。掰就掰，来。哟，你劲还挺大。是不跟你掰了，省得说我回头输给了个女的。你儿子可真好玩。哈哈。铁蛋，你刚来啊？对啊，我妈也来了，她在屋里做饭呢。哎呀，张主任，忙着呢。哎呀，刘馆长啊，哦，老陈不在家，可能在照相室。啊，我不找他，我找您。哦，找我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，这个呢是我们文化宫这个月的购置计划，你看看，你给批了。那我先走了。跟大姐姐说再见。姐姐再见。陈老师再见。今天上课怎么样？哎，老陈，我能不能不上学了？我们班好多人都退学了。退学？为什么？支援国家建设，当工人呢。哎，你说咱应该做做我妈的工作啊！我也想当工人。不行，你才多大呀？别胡思乱想了。你现在呢，应该多学知识，学好了知识了，这样才能为国家多做贡献。当工人就没有贡献了？你现在这个年龄段呢，正是应该在学校里待着的时候。你看，要有更大的理想和抱负，应该真当科学家。将来要是别人问我，铁蛋那个大科学家你认识吗？我就可以自豪地跟他们说呀，他是我儿子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啊，你想那个时候我该有多自豪？今天你们领导说啊，说你这次拍的那个，工人阶级劳动的宣传照片不太好。
他们嫌呢这女模特啊太瘦弱，代表不了现代工人阶级形象。我呢就换了一个拍摄方法，这次他们会满意的。这个模特啊是修车厂的女工，去劳动竞赛啊拿了第2名的。就是刚才那个姐姐，可不就是她吗？她是看着瘦，其实不弱。看她跟她摆手腕，我一搭手，她劲儿好大呀，所以我才没跟她摆。她是电焊工，你当然摆不过她了。工人队伍里有她这么好看的？小孩，你懂什么好不好看呀？那就是好看。吃饭吃饭。就是好看，人家说的对的。哎，你刚才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是重拍了，还是用的原来的人？我就是换了个拍法，这次呢，他们看完之后一定会满意的。你们领导不是说想让你换人吗？闹半天你还是不换呀？我是说换了个拍法。你换一拍法不行，你得换人啊！你到时候照片一出来，领导一看还是这个人，那他们会怎么说？能说好啊？这个女工长得挺漂亮的，是吧？啊，所以你不想换人？等照片出来，你们看了再说。行，反正你的事儿我也不管。那你就别管。明天是礼拜天，带铁蛋上哪儿玩去吧？沈大，这衣服啊穿没穿坏？我看你搓呀都给它搓坏了。我看你家儿媳妇儿大概只会在工厂里干活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不是啊，你自己看呐，这家务活干的真不行。芝啊，洗衣服不能这样洗，没穿坏，倒给你搓坏了。妈，这样洗干净。衣服都破了，干净有什么用啊？来，我来，你看，这是内衣，搓一搓就行了。哎妈，您怎么洗上衣服了？来，我来，给我，啊！衣服都不会洗，将来怎么当家呀？回去。妈，马上就回来。今天怎么不去看下棋啦？闹毛病了，棋摊没有摆出来。怪不得在家里待着。哎，跟你说啊，那儿媳妇儿衣服都不会洗，给老二家笑的，说一看就是个不会做家务的人。胡说八道！那我儿媳妇要是不会干活的人，那能上报纸？那技术比赛能拿亚军？呦呦呦，还护上了，她就是不会做家务。他们家里呀，条件好，在家里本来干活就少，能适应咱们这里就不容易了。你呀，就少说两句吧。行了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来，出去买点菜。好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跟小杰说啊，让他下个月要交伙食费。他不是带回来一个人吗？多一个人多张嘴。哎，周杰带的是什么呀？那是你儿媳妇哎。儿媳妇怎么了？她有工作，又能挣钱，交伙食费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你去跟儿子说，我可张不开口。真是，解放军还说3大纪律8项注意。
交伙食费是理所当然的，天经地义。哎，好长时间都没回你家了，趁着今天休息，明天下午先回家看看妈去。妈，妈，我们回来看你了。妈，妈，你手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前2天在街道干活，让开水烫伤了。我看看要不要紧啊？没事儿，死不了。哎，妈，您没到医院去看看啊？看什么呀？都快好了。是我们2个人不在您身边，您真的千万要小心啊。是呀，妈，你一个人在家一定要小心一点的。等我死了以后，你们记得回来收尸就行了。你干什么呀？干嘛总说什么死呀活呀的？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妈吗？你走了以后回来看过我几次？你还关心我的死活吗？妈，小芝她经常说想回来看您的，但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，真的是厂里的活特别多，太忙了。但是我们2个人保证啊，从今以后我们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您的，行吗？还是小杰会说话，不管说的是真还是假，听着让人觉得舒服。怎么样？在小杰家住的习惯吗？习惯，就是怕肚子疼。为什么呀？肚子疼了要上厕所，所以就总要往外边跑。为什么要往外边跑？那要上厕所呀。那家里没有马桶吗？马桶有的。那为什么要往外跑啊？啊，小芝是用不惯木马桶的。不习惯木马桶，用不惯木马桶还算是上海人吗？有几家人家跟我们家似的有抽水马桶？小杰，你现在做菜的水平降低了啊，这菜炒咸了。我觉得挺好的呀。是，幸亏是你们家邹姐炒的，要是我炒的，你就该说咸了。你现在对生活的要求降低了啊，咸了淡了都不敢说。好像是有点咸了，妈，下次我注意啊。不咸，挺好的。行，你觉着好就行。真想不到，你现在也爱说假话了。这怎么又跟假话联系在一起了？哎，对了，妈，我给您看个东西。你看这照片拍的怎么样？哎，你这是干嘛呢？这你都看不出来啊？干活呀。就这么干活啊？挺轻松的嘛。饭呢？谁让你拿照片了？我就是刚才看你和你妈话不投机，又要打起来了，我就拿个照片打个岔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以后能不能稍微让着点你妈呀？你就会装好人。嘿。哎，妈，怎么了？本来这话呀，应该你爸跟你说，可是他脸皮薄，就说让我来说。什么事啊？你讲。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就靠你爸那点退休金，还有我在街道的一点收入。你看看你妹2个人这么小，吃东西可吃的不少。再说了，你们
你们俩现在也回来住了，虽然只吃早晚2顿饭，可是毕竟也是2张嘴嘛。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就好了。那我就直说了啊，从下个月起，小杰，你们交点伙食费吧。那我们交多少呀？芝啊，你也知道，这一大家子，妈就是省吃俭用，也花销挺大的。哎，行了妈，别的不说了，小芝问您呢，交多少？